迎收听11月30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翰福音第2章，见证生命之道，耶稣是神，耶稣是神迹。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他自己成为了那个神迹。然而我们都知道，其实耶稣不仅是人，他也具有神性，他也是神。约翰福音2章21到22节 RPG 祷告的经文说，其实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门徒记起他曾说过这话，就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延续着昨天的经文。昨天我们有说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一开头就呼应了创世纪提到的创造，说到这道其实在太初以前，就是在宇宙万物创造以前就已经在了，并说明这道它是上帝创造的话语 Logos， 就是那个复合字。永恒的道不仅是那个话语，或者是我们说的智慧，或者是道路，或者是管道路径，它更是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耶稣。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开始，约翰福音的作者就连续写到耶稣行了7个神迹，显出上帝的荣耀，以及在这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些门徒们跟随者都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来看见耶稣是神，相信他。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最后23到25节有讲到，即使耶稣彰显他的神性，我们仍然怎么样？仍然耶稣这边说，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有深刻的了解。他了解什么？他说他不需要人告诉他关于人性的事，因为他洞悉人的内心。也就是说，这些人都相信，然而这个信不一定是一直都相信。很多时候人因着自己的有限，因着自己的软弱，甚至因着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或多或少都有偏差。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其实就有看到，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想象的耶稣透过他的神迹奇事，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要他来符合自己的需要，成为那弥赛亚君王，用战胜的姿态打赢战争的这种武力暴力的姿态，然后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然后耶稣却行了完全让他们如果有眼镜在当时的话就跌破眼镜，他愿意上十字架，如同今天经文当中，当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有很多人来献祭，但是在当时这个圣殿的外院，也就是外邦人的院，原来外邦人他们不能进到内院嘛，他们只能够在外院，然后透过这些圣殿的服侍者如果他们信仰上帝的话，他们也可以献祭。然而为了当时的方便还有这些祭物，就是这些动物他们的这些身体不能受损，不然不能献祭，因为献祭要献那完全的嘛。所以后来外院就渐渐成为了兑换银钱买卖这些祭物的地方。所以外邦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是那个他们原本敬拜的场所变成一个买卖的场所。所以我们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就会说这原本是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怎么变成贼窝？耶稣说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另外一个记载是说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就挑战质问说这边的重点是说，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证明你有权去推翻这些买卖的地方。
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耶稣在这里回答这其实是呼应他所行的神迹。他其实要表达他自己要成为这最大的神迹，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人不明白，人很软弱，人自以为是，人自以为义。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圣殿，3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然后这时候人想的圣殿也跟耶稣想的也不一样，他们看见是眼前这个圣殿，然而耶稣却以他自己，如果我们回到第1章，我们就会知道，看哪，上帝的羔羊。所以耶稣就说他自己要成为这个祭物，要献上。在人看来，他是被人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耶稣的眼光，在生命之道的见证里面，看到的是耶稣就是那位神，他3日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在讲的完全是2件事，所以今天的经文最后才会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其实不一定是真的耶稣。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在每一天的读经里面，其实是在帮我们校准，让我们靠近真理。我们不可能可以说我讲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断的透过我们所讲所做所行，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靠近真理，不断的分辨，不断的查验，不断的去行动，透过我们的生命投入，我们在见证生命之道，而这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7个神迹奇事不断的一直在讲到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很多时候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会告诉大家耶稣是最好的朋友，的确是，但他同时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在约翰福音第1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到他与上帝同在，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了人类，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没有胜过光。这里在说到耶稣就是这个光，他是最好的朋友，他了解人，然而他同时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与母亲玛利亚的对话，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在信仰中小看了这位上帝，小看了主耶稣来到我的生命中到底在讲什么。耶稣不仅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他也有全能，他更是洞悉我们的内心。我们没有办法骗，我们可以骗别人，可以骗自己，但我们骗不了上帝，因为上帝其实都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同时也是很大的赐福从上帝而来，让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知道，我们的主不仅是接触我们的软弱，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我们死。然而他为我们死，不是因为他该死，更是因为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用这样的方式，人好像才能够比较理解。这位上帝是如此的伟大，我们真的要认识，认识不完。然而这三一上帝透过今天的经文，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行这些神迹奇事，是要表达原来我们在这极大的恩典丰富的产业里面，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他赐予的，
甚至他为你我舍命。我们能够得到这福音是最好的礼物，特别在这个12月份即将要开始的时候，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活出从他来的能力。他有全能，可以行神迹，然而他还有一个能力，是翻转人心，使人心原本在那黑暗当中的，在那个软弱里面的，因着他的光照到我们，或者因着我们愿意映照出耶稣基督的光，使人的生命被提醒、被安慰、被造就。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不仅是朋友，他更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感谢，同时也要向你认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是很片面，甚至有时候是偏差。我们以为要你来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要，然而主，你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而在这需要当中，更多是你透过今天的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你是谁。你不仅是那行神迹奇事的主，你自己就成为神迹，告诉我们你是神。主，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要敬拜，我们要谦卑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原来我们领受是极大的福分，能够经历主你降卑你自己，愿意与我们一起。主，在这样的关系中表达你是如此看重我这软弱又无力的人，我这有限甚至有罪的人。谢谢你的恩典来到我的生命中，也愿我们一起活出那领受生命之道的盼望和福分。主啊，这样的福分特别透过12月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不仅要在圣诞的节期来领受这个盼望，或是将这盼望向人分享，我们更是活出这个盼望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你也是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我们的主赐福你来认识他那丰富的恩典与真理。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